要这么家庭主妇了。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，请跟我一起欢迎郑爽小姐。握手啊，去握手啊！你到那远方去，看到我们，来到外面拍到我们两个的差别。哎，你没有差，你好，你高度没有差太多哎。欢迎你。他腿比你细耶。可是若以人类的那个视野来看的话，你觉得它的细是合理的细吗？不管合不合理，就很好看啊。可是你看我是浓你很纤，合理啊。我是浓纤合度哎，你不觉得你太瘦了吗？就是因为在拍戏的时候啊，所以你是刻意减肥吧？对。你看那个嘴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我是不用刻意减肥啦，我就是靠运动啊，还有吃一些健康的食物，就维持现在好的状态。徐弟弟，他比赞的时候他会耸肩哦。我也会啊。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！所以其实你上节目是喜欢穿这种类型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比较輕鬆的少女感的服飾。哦，对，因为现在毕竟28了。已经28了。什么？你28为什么前面要加毕竟？就因为在娱乐圈28，我觉得不应该算是小年龄吧。所以你是觉得说到无意冒犯到几岁的时候，应该就是要自动消失在演艺圈？你不要打扰我，这题真的很想问。没有，演员和主持人不一样。可是刚好我也想，我懂，就是演员要年轻，可主持人可以非常老。